明年咱的设到57年因有要唱一首由特别由一位作曲家曾秀文老师所做的一个57年纪念的曲。咱为着因祈祷，因嘛咧积极找勇士啦加入这个团队的内面。愿主赐福保守伫咱生活伫中间，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甲隔壁祝福一下，讲5月节快乐，5月节快乐，来，甲咱祝福一下。有人咧讲到底是5月节还是5日节啦？佫有人讲是肉粽节啦，培灵尊节，哇，拢足侪节安尼伫这个连续假日足难得有真侪兄弟出外因借这机会去旅游啦、探亲啦。咱教会有这个基甸牧区30个即阵去参加迄个保利教会礼拜因若要伫遐献诗，当作是野外礼拜感觉啦总是咱感谢主嘛，有对外地转来，咱的亲人朋友伫遮做伙敬拜上帝，咱感谢主。当伫这个连续假日，咱要继续来学习主的话。当伫咱这几礼拜中间，咱有用一个大主题，叫做“带来恩典的梦想”今仔日已经到第四个系列。咱若有会当做一点各一点回顾。咱会当甲咱的领袖做伙较完整啦这经节我就跳过。当伫第一个主题叫做“伫信心的中间来孕育梦想”，意思是这个梦想咱有讲过摆毋是咱一般的白日梦，也是随随便便个人私人的欲望，是一个有上帝所祝福的这个梦。这个梦是会实现的，是带有快乐的，带有祝福的咱大概用这个主题讲，上帝使人有迄个梦想的能力啦，就是你这个梦毋是凭空跑造出来。谁人有这个梦呢？因为世间人有拄着绝望、罪的困境，所以耶稣基督伊背负世间人的绝望，为着咱来死，互咱有这个顶头生的愿望。所以咱就爱伫信心的中间勇敢孕育这个梦想。但这梦想毋是随随便便来，是经过印证的，是经过恳求、经过祈祷、经过领受、经过甲人参详，领受到迄个共同的意向，特别是团体的意向是一个共同的意向。咱有讲起着10几年前，咱的教会大家有咧想讲，咱都爱重新起一间礼拜堂。对少少的存款开始，咱陆续经过几啊档的时间。伫遐来欠钱，伫遐来这个义卖，伫遮来奉献，贴迄个砖就是奉献的砖到最后，咱毋若起着即间新的礼拜堂，咱阁甲对面大楼几啊百平的即个地下室来买起来。我想，若毋是有咱兄弟姊妹的即个梦想，你就袂振动，你就无迄个意愿，你就无迄个勇气。所以，伫信心中间孕育迄个梦想是真重要的，毋是随随便便、凊凊彩彩。但第二讲就是讲勇敢梦想，上帝同工勇敢梦想，上帝同工。而且咱有讲起着讲，有时上帝准备迄个搁大搁困难的事伫咱中间啦。你会想讲遮困难、遮恶，要安怎？咱有时咱将咱的软弱带到主的面前，上帝大权能就来施了。所以，上帝上界大的梦想，上帝伊家己嘛有梦想，伊的梦想就是通过耶稣基督赏赐救恩予咱。所以，当你有这款的前提，有这个上帝赏赐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阵，你就有迄个创造性的思考。最的人，咱人类的社会文明会一直进步。就是上帝通过圣神赏赐咱一寡安尼一点有一个信号你就开始想要去甲实现安尼咱有讲起着亲像咧坐飞机的咧做电脑的咧科学的发明，通常往往是一个念头尔，但是你感觉讲即个有需要去追找、去追求、去创意所以一只遐尼重的铁的飞机会飞去天顶，
以早的人100-200年人，下前的人无人会当相信。啊，这就是讲，这个梦想是上帝互咱进步的一个开端。顶礼拜咱搁想一个主题，叫做“远大的梦想是对上帝来”。啊，这个所谓远大的梦想，是因为讲，这个梦想是甲上帝的救恩、上帝的祝福有关系，毋是个人的私欲啦，吼，毋是个人的私欲。所以，上帝的梦想甲人的梦想是有差别的。人的梦想可能为了你家己的个人的名声、地位、甲利益，但上帝的梦想常常就是伫咧造福万人的，是传福音的，是一个建国上帝国的这个梦想。啊，所以咱爱会晓追找主所赐的梦想，毋是家己想一个画一张图，讲上帝啊，你爱甲我成就，意思讲你叫上帝甲你成就你家己私人的想法。啊，但是呢，当上帝互你这个梦想的时阵，咱上重要的是带着顺服甲信心来向前行。信心甲顺服是要完成上帝伟大梦想的一个必须要准备好的。今日日，但是袂咱要三甲过来煞接来想第四个系列，就是咱迄个成就梦想有一条路，啊，你要对这条路去行。啊，那这条路是毋是安尼？吼，康庄大道，也是咱的这个中山高安尼，对头到尾啊，绕长到直直直，啊是咱的高铁吼，啊一个坐落去，一个就到，毋是啦。这个梦想的路，上帝拢安排好啊。但是无一定是拢是顺境的路，啊，咱要三甲来学习，因为这个梦想毋是具体摆伫你面前，啊，这个就是啊，是往拢亲像是咧，啊，毋是介清楚、介明白的一个方向，但是你爱先有伫你的脑中有这款的意象走出来，所以你要来画出你的梦想，就要有一个仰望。对上帝有仰望这款的法则，哈，咱若是运用上帝所赐的梦想，就是按上帝的方式来努力就对啦。毋是讲我家己的家己想啊，家己话是上帝予你的，啊，照上帝的方式，照上帝甲咱成就的路线来行，啊，这是一个真重要、真要紧的部分，也是咱一个原则就对啦。啊，他。使用仰望的法则，就是成就上帝所赐的梦想。仰望意思，毋是个人家己的意志啦，是你有一个期待，有一个仰望。这个意向甲意望，咱拢知影看袂到嘛。你看袂到，啊，你要哪甲实现？上帝用世间人看袂通的、想袂到的、无可能的管道来工作。因为一般咱知世间人有伊的想法甲逻辑，特别是若科学实证主义的人，伊若无根据，伊就无做。但是你信仰方面，你若无脱离即款人为科学、理性、逻辑的方法，你就无法当看见上帝的彰显。因为上帝的所做超越人的思考。你若无要照上帝的法度来做，就袂当来。明白来彰显上帝，伊的些上帝国的逻辑就对啦吼。啊，所以兄弟姊妹，咱除了仰望上帝所赐的意象甲意望以外，咱无法当讲啊，随看到啦。啊，所以你爱有迄个用祈祷、用意象来看见你将来要成就的事，就亲像咱10几年前，咱已经想好富强教会将来要怎做一间。荣耀主的教会是一间上帝所赏赐成新的礼拜堂，你爱先有这个梦想，有这个画图啊，所以基督徒上重要的这部分就是还未实现，也未成就，但是你的信心内底讲，已经伫遐，已经成就啊！这是一个信心的法则，仰望的法则就对了吼。啊，所以兄弟姊妹有3个。仰望的法则，咱大家学习。第一，仰望的第一法则就是看见啦。你先有看见，啊，明明都还未实现，要看见。亚伯拉罕就是一个看见，迄个梦想的一个典范。因为上帝先互亚伯拉罕看见，啊，然后才互伊有啦。伫创世纪的这个
13章14节到15节吼。但这经文讲，你抬头对你徛的所在东西南北看，徛的所在东西南北西日西看，你所看到一切地，我要永远赐予你甲你的后代。大家人嘛，拢在东西南北看，吼，讲安尼，定定啊看，爱你看。但是你若无有上帝应允，你拢加看的就对啦。上帝讲你看，所看的我要赐予你，这是一个仰望看见的法则，吼，仰望看见的法则。当这个法则，咱内心的这个眼目，吼，当时无看到。看袂到，但是你已经有期待、有仰望，已经有看见。另外一个仰望的法则吼，就是约瑟，要是雅各，就是雅各。咱知影雅各，因为甲伊的兄哥冤家嘛，所以就逃走到伊的阿舅列班的所在，伫遐甲伊过洋啦吼。因为阿舅吼真够拍算，伊吼敢若要用雅各做伊的长工就对啦，拢无要分财产互伊安尼，所以伊阿舅就甲伊讲，这个羊吼，你若会当生出有斑纹啦吼，就有斑点的羊这羊就属你的。这声饲羊的人已经有经验，知影讲吼，乌的羊就生乌羊，白羊就生白羊，这声要哪生出有斑点的羊呢？所以呢，伊就是先想象出看见迄个有斑点的羊所以伊就为着要互伊，伊就用一个办法吼，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内底有一段经文吼，伊安尼写，就是讲雅各摕杨树、杏树、甲棒树青，佮两个枝，剥一部分的皮，互内面白色的条纹露出来，安尼。咱知影讲，这个物件吼，都遐个树枝，安那有即款的特别的3就讲。伊将剥皮的枝插伫羊啉水的水沟甲水槽，互因甲羊相对。羊来啉水的时阵，公母交合，羊伫枝的对面交合，就生有斑、有点、有条纹的。这实是真趣味啦吼，因为咱感觉讲这个有真有迄个生育，也是讲个基因的变化呢。但是这个雅各伊家己有迄款的智慧。也是讲上帝予伊的一个指示，伊就是仰望出，伊会当生出这有斑点的、有条纹的、有斑、有点、有条纹的羊。到最后，伊的阿舅吼喙开无法度，已经答应讲若有斑点的拢是属你的。到尾煞乌的白的拢无啥生，生斑点的一大堆吼。所以到尾雅各煞带一大阵有斑点的羊来离开安尼。兄弟姊妹。伫即个仰望的第二法则是啥物呢？就是有感觉到，看见，过来是感觉。因为你伫信仰的顶面，你感觉亲像已经成就的意思，吼。为着互你的梦成真，你先感受到已经成真啦，已经真实啦。这是对一般的人，我拄有讲上帝的逻辑、上帝的做法吼，甲一般人无共款啊。毋过基督徒就是有一款特别的恩赐就对啦。迄个还未成就的，已经感觉到伊已经有安尼。这是一个真奇妙圣神互咱的规律。当然，兄弟姊妹，伫梦想成就以前，咱的情感、咱感受先领受到这款的实现。甚至你伫基督中已经受感动，甚至为着这个流目屎，当感受到迄个。你的心内足大的激动，灵魂的震动的时阵，你的梦想就愈成真就对。所以基督徒的迄个梦想的成就，毋是只干理性头脑去感受啦，是用情感去感受。所以
你的梦想甲心内的感动连接起来，你就是一个成就的征兆，毋是白日梦就对啦。你敢若想想毋都无感动，迄就亲像白日梦共款。所以兄弟姊妹，咱用即款有情调的，就是上帝应允，你已经伫你的心中去感受到，做一个要紧。第三，就是去想象、看见、感觉，去想象。想象是咱讲叫做第四度空间的，用你的祈祷成形伫你的脑海、伫你的信仰内底，透过创造性的想象力来确定咱的梦想。所以，伫上帝内面所发出的想象是多有规律的，会成做上帝所使用的工具。意思是，这三项是咱基督徒一个超过一般的人感觉讲无可能、无路用，也是无效的。你已经伫信仰的内底即个坚固，然后就是会行往一个成就上帝所予的梦想的一个困难。但拄则有讲咱爱照上帝的路行的时阵，咱爱家己有一个理解。上帝无甲一条平坦的路摆伫你面头前。常常阁有一个特别的例，就是迄梦想愈大，你所遇到的挑战、危险甲艰难就愈大。所以会当安尼讲，决定梦想的规模，伊的苦难就愈大，苦就愈大。苦难是世间人上无爱去面对的，但是常常要承受伟大的事无苦，阁无机会。所以这是一个矛盾。是一个咱感觉讲想要逃避，总是上帝若是伊的意思，伊颠倒甲苦难摆伫即个伊要成就的人的身上安尼。但兄弟姊妹，上帝使梦想，毋过伊阁加上苦难做标志，这是咱感觉讲真矛盾的所在。圣经所出现的梦想家，拢无一个意外啦，拢经历过苦难的旅程。所以咱会使讲，好像即个苦难像一个隧道。咱知影咱南台湾拢会走过迄个伫高雄要落去屏东有一个隧道真长啦。北部当然咱知影讲，伫雪山隧道是足长安尼。你话想讲毋知啥物阵才会过安尼？有人有种幽闭恐惧症呢，经过迄个山洞会感觉足惊你讲想讲哪会还袂出来，还袂看到光呢？有时苦难的隧道会安尼，伊的弯度、伊的深度、伊的长度，所以甲咱的梦想的大小有关系。所以变做，互你真迄个丢毒啦，毋敢踏出去安尼。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咱无拄着试炼并无一定互你安尼，逐项拢足欢喜。因为有时你爱属灵的生活做反省，更较认真祈祷，追求上帝的旨意。因为你爱积极来做面对。所以苦难是有迄个有梦想的人身上的一个标签。所以这个人拄着真侪坎坷苦难，你茫想讲这个无路用，是因为上帝要重用伊。咱嘛听中国话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咱的祖先就甲咱讲好天将降大任，天要将大任务降予这个人，就先爱甲伊安尼。所以人真奇妙啦你要读册，你要做运动员，你要学功夫，都一个毋免受苦。所以受苦是互一个人更较精炼、更较进步、更较有成就嘅必经的路程。你若无爱，你就是平凡，你就是无法度甲这个社会竞争。所以这个标签苦难的标签伫你的身上会一直伫遐来出现安尼。有一出电视剧我看到迄电视剧内底有一段话真有意思，嘛是讲这电视剧的一个士大人，甲伊的囡仔
讲的话真有意思。伊讲天下有享不了的福啊，天下有享不了的福，意思讲有的福你享袂着，无有遭受不了的罪啦。意思讲有的罪就是苦啦，你的苦有的你闪袂过。讲偌尼大的苦你爱食，偌尼大的罪你爱受，只要你会当食苦受罪，好日子就一定会当过。世间真多人拢经历伫迄个大时代变化，比如拄着饥荒啦，拄着安尼生活歹过啦。即句才会大事，就是咧甲伊才会子孙讲，咱拄着即个苦你若会当经历即个苦，后来你才有好日子。若无拢要救要退，你就永远无法度。永远迄个苦就继续伫咧就对啦。苦就接过，你的福气就来。所以这是咱的戏剧内底一个大事。那我有在参加一个男人是勇士的即个造就伊有一首诗，伊是讲查甫人爱遭受一寡挑战甲困难，伊安尼写。伊讲当上帝要起造一个查甫人的时阵，要提升一个查甫人，上帝要塑造一个查甫人，伊是要做出互世界足惊叹一个大有能力、刚强的查甫人。伊讲上帝要创造伊创造即款的人注意的方法，注意的步调。伊如何训练伊、击打伊，用大的风影改变伊，用各样的患难来塑造伊。只有上帝会当体会迄个受煎熬是讲足安尼苦劳的流目屎的心，甲尽力会当漱一口气的伊。最后讲，上帝会拗弯，但袂压长啦。会甲你拗，互你弯，袂甲你压长，用美好的心意去建造伊，因为使用伊所竞选的，上帝透过伊来彰显伊的荣美。这是这个课程内底一首诗来写出讲一个查甫人要经历苦难挑战，上帝是要重用伊的意思安尼。所以兄弟姊妹，试炼患难甲艰难的时刻，就是咧塑造一个人，并且会当互伊点炼出伊的信念、伊的核心价值。这个说来讲有矛盾啦有这个矛盾，都矛盾都无法度人拄着，都定会去拄着安尼。咱顶礼拜讲起着摩西，摩西伊用家己的梦想要解决伊的民族的代志，煞未成功，煞就爱逃走去旷野。但是当伊听到上帝的声讲，你着去的时阵，已经是40冬后80岁上帝讲，你爱甲我成就，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同款，另外伫即个以色列百姓中间，一个会当互咱感觉讲，上会当代表出上帝咧塑造一个人，用苦难互伊。代表人物是甚物？就是迄个做梦的人。迄个做梦的来什么人？就是约瑟。约瑟开始做梦，无做梦无代志啦，对毋对？伊就安尼奇怪，即个梦暗时要梦，伊就梦着，伊就足天真，就甲伊讲出来。一个讲出来袂得啦，无做梦无代志。伊开始做梦就经历真恶想象的苦难，因为真奇妙就是讲苦难甲梦想是合做伙。意思是梦想常常对着苦难。迄个做梦的来他兄弟姊妹，咱人看去讲，即个约瑟的故事，因为真长嘛创世纪足侪章咧写约瑟的故事，但是咱要简单来做一个分析，讲雅各12个囝，上帝敢若蒙互约瑟，请会记哩，即个梦毋是约瑟家己白想，因为囡仔嘛，安怎梦想呢？伊梦到一个梦，真天真，甲伊的兄哥讲，我伫田里咧拔迄个稻捆，我的捆徛咧，恁的捆为着我咧摆。这是一个伊
对梦的真实的描述啦吼，无拍算讲开始进入伊苦难的开始点。梦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讲你的重复出现。我上帝给咱的梦吼，若是有继续性的，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咱知影讲迄个梦有真侪梦境，足侪人咧解释啦吼。咱即个王牧师定定伫咱中间来甲咱做梦的解释。所以约瑟呢，伊重复佫出现啊。第二摆佫梦到讲，看我做一个梦，梦见日头、月亮甲11个星咧甲我拜安尼。所以真矛盾的，就是约瑟一个接受着异梦，苦难就对伊开始。所以咱会讲一个矛盾，就是咱想讲，既然上帝竞选约瑟，赐异梦互伊，应该就互伊安尼一路顺遂啊，安尼真紧就成就啊，伫生活中蒙福啊。但是伊开始做梦，却是互人袂做努力，开始一段艰苦的岁月。约瑟讲出伊的梦境，嫉妒甲愤怒，互伊的兄哥感讲即个小弟足讨厌，所以就甲伊卖去埃及做奴隶，因就安尼要消灭上帝的梦，真有意思。人的办法要消灭一个伫一个细汉囡仔中间的梦，所以遭受即款的压迫甲苦难。重要的是讲，约瑟无袂记你即个梦啦，这真重要。苦难有人讲安尼无效啊，无路用啊，我加讲的，加想的啦。但是约瑟是一个叫做梦想家，梦想家意思讲对即个梦有特别的成就意思的，伊就放着一个梦的种子，相信即个梦会成真。因为上帝所想的梦是足大，所以伊承担的操练甲苦难也遐尼大。所以约瑟开始做梦，苦难也对伊。所以兄弟姊妹，这是基督徒一个真重要信仰的工作，信仰的工课。因为恁若远大的抱负，你要家成就，上帝的做法无共款。好像你都爱行过这条苦难的隧道，无就是讲你要搭上这个苦难的列车啦，才会当达到目的。所以约瑟差不多到埃及，拄着遐尼多苦难，差不多是山穷水尽啊，无路啊。所以咱对这早已经知影约瑟后来梦成真的人的角度，来看去讲原来伊受袂去到伫埃及，是伊梦想实现的第一步。所以兄弟姊妹，伊受过这苦，当咱看见伊后来的成就，你就知影讲，迄个苦是上帝特别安排伫伊身上遐个标签就对啦。而且约瑟无因为安尼遐尼冲动，遐尼人讲安尼急躁，所以伊伫各中阁百般的忍耐呢。伊若无百般的忍耐，伊就袂去等到这纠正，这当初是伊解梦的，来甲伊请伊讲你会当解迄个法老的梦。所以因为约瑟伊有信心，有远大的梦想，伊的苦难特别多，伊就是有承担苦难的能力。兄弟姊妹，所以咱对着约瑟的故事，互咱知影讲，你要面对的苦难，毋是无意义的，是上帝同在。意思讲，你无抵到死，亲像圣经所讲的。但这段经文，咱读的经文诗篇107篇28节到3节，甲咱讲，伊讲伫急难中，因求救上主，因救伊脱离这个祸患，伊用风暴停煞，互鹰来静止。因风平浪静来欢喜，因甲伊带到要去的安全港。这是这个新约的圣经啦台语的圣经安尼讲，因伫苦难中哀求上帝，伊就对患难中救因出来。
以后公风停，海涌就平静，风停应静，因就欢喜。伊就带因到所爱去的港口，因为上主的慈爱甲为着世间人所做奇事，人拢着称赞伊。兄弟姊妹，这是咱对圣经所得到迄个上帝伫苦难中的应允哈。彼得前书4章19节安尼讲，所以遐个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就将家己交托予迄位通信靠的造物主，继续做好事。意思是拄着艰难困苦，伊也阁继续做好事。做好事，伊原来希腊文的意思是讲做正确的选择啦，无因为安尼怎懵懂伫遐做意气用事。所以上帝允准苦难甲艰难临到咱，是因为伊的旨意是要互咱成熟，要帮助咱来成长，所以只有咱愿意带着迄个伤痛到伊的面前，而且行出正确的选择，就是咱拄仔讲一心行善，照上帝旨意来受苦，有特别的意义的。因为这个正确的选择就要得到真水的结果。因为这个过程会发生伫咱的身上，行出正确的。所以兄弟姊妹，有仰望，过来是知影苦难的意义，你袂倒闪，你知影上帝要甲你同在。搁一项就是吞论听候，这个梦要互伊成就，毋是若讲揠苗助长，也是讲杀鸡取卵，毋是，是梦想成熟，忍耐到最后安尼。兄弟姊妹，梦想亲像种子种伫你的心，用耐心来听候伊的实现。特别是咱经过迄个艰难常常要挡袂牢，常常无爱坚持想要甲放弃你搁较需要忍耐，搁较需要忍耐。上帝将迄个梦想的种子压伫咱的心，所以无论透风落雨啦，拄着侪坎坷困难啦，咱知影做事人拢足知影爱忍耐听候。咱今年有人开始咧想讲，奇怪，今年春天足侪天气变化足大，所以影响着果子的出产最近山野咧出一斤100块啦，要食足爱食，我想讲唔甘安尼但做事人伊知影讲天气在变化，你无法度去改变伊，所以就要忍耐听候，迄个果子会当成熟安尼。但有一个小故事啦，是足经典的小故事。这小故事就是咧讲起日本的建国时代足侪人若爱看日本电视剧，也是爱去日本的小说，拢知影这三个将军啦，建国时代有点像咱迄个中国历史的三国安尼哇，迄足精彩的故事，就是织田信长，搁有丰臣秀吉，搁有德川家康。这三个是迄个建国时代开头。因为迄阵较早就是军阀割据啦，规个日本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大家拢各自为政，到最后伫这三个将军中间，甲伊整个国家拢甲伊统一起来安尼。伊讲起这三个当时的领袖有因特别的个性，所以一个小故事要讲起这三个人的个性，就是讲有人来问这三个将军讲一个问题，讲若迄个杜官杜鹃若袂叫啦，你免怎甲伊叫伊叫安尼？这三个将军的问题回答拢无共款。头一个是迄个织田信长，这个织田信长伊应答讲，杜官若无叫我甲抬，就是无咧用问伊就对啦，就甲抬落安尼意思讲逼伊若毋就是要甲抬这个故事讲，因为这个织田信长就是冷酷无情就对啦。因为伊的个性，伊是足敢所以差不多要统一日本的时阵因为伊个性太强烈互伊欺压的部下后来发动叛变这织田信长
看见家己的部下来甲伊迄个叛变的时阵，伊无法度甲因平息，啊，到尾吼自杀去啊。这是第一个将军。那第二个将军叫做丰臣秀吉嘛，足出名吼。丰臣秀吉安怎应呢？讲若道馆无要叫吼，我想办法叫伊叫，伊讲用尽办法要叫伊叫就对啦吼。啊，这个人后来有人甲解释讲，这个伊是第一个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吼，伊是不择手段的，从无可能变作可能，就是用尽各种办法安尼。啊，对伊来讲吼，无迄个无可能的事啦。啊，所以呢，伊定要去侵略嘛，去侵略韩国吼。啊，因为种足强的个性，到最后操劳破病来死。虽然统一日本啦，总是伊无福气人享受吼，未享受荣耀，伊就死啊。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更较出名的将军叫做德川家康。啊，咱定知影讲这个故事吼，这个德川家康吼，就是到最后实质统治迄个，就是这个所有的将军吼，统治者。啊，这叫做德川家康。这德川家康呢，伊安尼应答，伊讲道馆若无叫吼，我就等伊叫啊，我甲忍耐等伊叫安尼。啊，所以当伊统一日本了后，就施行足侪新的政策，来建立日本足侪制度吼。因为伊也要听候时机啦。所以成就了头前迄两个将军嘛足够，但是个性的问题。因无法当成就，即德川家康有成就。咱只讲德川家康后来伊的后代吼，足侪代来一直统治即个日本呢。是后来吼，咱知影讲，迄个明治天皇大政奉还，就是讲这个将军咧统治国家吼，国家首都等下，遐武士拢爱甲伊撤销因的武力。则后来变明治维新的故事就是安尼。进前拢是。由这个德川家康的家族伫遐咧统治，所以兄弟姊妹，真侪人有梦想，但是未堪要吞忍啦。老子这本这个经典内底有一句话讲：千里之行，开始伫你的脚下。你要行千里，你都要一步一步开始行。古典的这个李斯建筑科令伊讲。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咱才讲中国的泰山是一个出名的山，山无咧固绝土啦，所以山才会大；海无咧固绝水，所以水就会深。这是一般的人真困难去面临到的事。所以当咱一个阶段往前行的时阵，你才会当成就大事。所以圣经内底有讲，伫小事中心，有一天就要达成安尼。兄弟姊妹，咱爱抓牢上帝应允，忍耐坚持到底，无退后。咱拄则读的第二大经文希伯来书第10章35节。到36节讲，恁唔通丧失勇气，这个勇气要带互恁极大的报赏。为着实行上帝旨意，甲领受伊应允，恁必须要吞忍。唔通丧失勇气，恁爱吞忍。这是圣经所予咱的教示。这是台语的圣经，咱家己来读来做对照。最后，咱要学习讲，这个路程啦，对仰望，对接受。困难、苦难，过来用吞忍来听候，最后是用祈祷，互伊来实现你的梦想。咱有真侪兄弟爱唱一条台语的诗歌讲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讲迄句话有人会感觉讲敢对？伊讲我用祈祷摇动自己的手有无事实迄是一个心意上的祈祷啦。毋是咱真正有开力摇动上帝的手，是你的迫切，你的恳求上帝动手的意思啦所以祈祷就是摇动专灵上帝手的方法。上帝的手若出手，伊就改变命运的能力，甚至改变历史。所以相信上帝，
咱就是我靠伊来得到我。所以，遐尼四位基督徒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无为着环境伫遐来悲叹，颠倒爱看见即个环境甲命运，用咱的主来祈祷，互咱无退后，决心迫切祈祷，上帝会伸出伊的手，神迹就要发生。所以，遐尼四位祈祷毋单单是上帝的同工啦，就是要对上帝来得到智慧甲灵感。亲像日头光照亮迄个乌暗的所在，上帝也会照光咱的头前。当咱感觉讲足郁卒、足烦恼，敢若无啥物进展，目前一片乌暗的时阵，请会记得上袂当欠的，就是祈祷。拍败伫主面前，跪落伫主的面前，上帝赐了智慧甲灵感互咱。所以遐尼姊妹，真重要就是祈祷会得到圣神所赐的安慰甲勇气。请会记得，因为听候嘛，一定心内足着紧嘛。请会记得用祈祷来支持经过这段伫听候的日期。所以，当咱绝望、灰心丧胆的时阵，祈祷会甲咱遐忧闷的心来除去，互心中充满安慰，带互咱重新开始的快乐。像此话，咱看见耶利米书33章31句话，上帝讲：你求叫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毋知、搁大搁难的事指示你。我上帝应允吼，伊甲搁大搁难的事指示你，什么意思？上帝都毋是雕工要，互咱拖磨的。上帝讲：我看你会堪得啦，所以要互你搁大搁难的事，因你求叫我，我要应允你。这是真奇妙，甲拄则咱所分享的苦难啦、吞忍啦，拢是上帝要甲咱藏迄个美好的应允的一部分。所以咱不断祈祷，即个祈祷谦卑家己，进一步得到迄个伟大的梦想，这是咱真重要的事。最后咱要讲的是讲，梦想活出上帝蒙福的人生的迄个捷径，就是成就上帝的梦想。所以咱就是会晓遵守上帝甲咱画迄条图啦，迄路线图，对着迄个梦想成就的路来行，毋是你家己行家己的路。所以咱拄则有讲用仰望的法则来期待、感觉甲想象，然后用吞忍甲祈祷来赢过苦难，互迄个梦想更较成熟。过来，梦想的果子伫经过这个路程了，会当更较成熟，会当更较成熟。所以，这是有一条路线的，毋是咱所讲的梦想就倒伫遐。咱讲守株待兔，伫遐空思梦想，伊就对天顶落落来，毋是哦，是一段经历着精进，上帝操练你的心智，互你更较成熟。所以梦想甲成熟，最后迄个果子经过这段了，就变成熟，咱就会当来修成。用安尼来甲咱三角学习，就是。这个梦想，你爱仰望听候，你要用吞忍压制迄个苦难的挑战，然后你要用祈祷来甲伊成就。我希望咱在座遐尼姊妹，你家己个人生活，你家己的工作事业，你家己的家庭，你也会晓伫上帝面前甲主讲：主啊，你互我的梦想是甚物？我要安怎跟对你的路来成就伊？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咧见证上帝成就咱梦想的一位主所听的约束，主所听的雅各。咱即时要吟首诗歌来回应主的听。咱这诗歌是这个心目主坚固。用首诗歌咱来回应，然后咱做来祈祷。